市的大卖场好事多又搁爆发着食安的风波。最近有民众去买一罐可可兰的鱼油，拍开了后，发现这个胶囊，也就是鸡毛摃内底，竟然是卡一支毛。当事人反映了后，卖场敢若回应讲会当来退货。不过，当事人较关心的是，好事多针对这个有问题的产品，后续会安怎来处理？石榴树讲，因为当事人提供的资讯无济，相关的问题需要等业者来说明，所以目前未出面来稽查。若好事多嘛，当咧确认，也未对外来说明。鱼油的鸡毛卷内面敢若有头毛，真就有民众伫面册写讲，伫好事多买一罐可可兰的鱼油，一个拆开了后，发现这个画面会烦恼讲食品安全品检出现问题。因为我每次吃我都会倒出来，然后砍，然后再吃。结果这次我发现，奇怪，上面怎么有黑黑的东西？结果仔细一看，它好像是不明的毛发，而且它是在鱼油的里面。毕竟他们自家的产品，那如果说我吃到身体出什么状况的话，怎么会只有就是想知道退费就这样而已？你买的东西有瑕疵，你本来就可以退。吃了这个有瑕疵的东西，造成他身体有受损或什么，这个本来也是业者要负责的啊。在民法、消保法都是这样规定的啊。不满卖场敢若提供退回服务，针对食安的问题拢无回应，或者极限是未当接受。石榴树是表示讲，因为消费者提供的资讯无济，到底是倒一批产品有问题，还是敢若是单一的个案？相关的问题需要业者进行说明，目前未去稽查。如果我们遗留的一些保健食品有看到毛发的话，建议民众就直接丢弃，不要使用，因为我们就担心说毛发的话，在我们的保健食品里面当中，它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微生物。然后如果民众这样使用的话，就担心会有那个急性肠胃炎的风险。医生是提醒讲，若是食到类似的产品，人无爽快食，要赶紧去病院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